嗨嗨嗨嗨，鬼眼婷啊！今日1月30號星期五，今日同大家一齊進入一個猛鬼迷離嘅世界。大家有冇聽過喃嘸先生啊？俗稱喃嘸佬。好多人都以為佢哋嘅職責淨係喺殯儀館入邊同啲死者誦經，或者進行破地獄嘅儀式，好似好輕鬆咁。其實一場完整嘅法事功德，主要具備要有經文、音樂、敲擊3個架構㗎。喺法事入邊，道士需要開壇灑淨、請神、發文意、啟靈、開光、放牌位、帶亡靈遊十殿等等13種儀式㗎。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啊！道士亦都會請到去唔同嘅凶宅、空地為亡靈超度，亦都成日要替啲家屬拜回魂，所以佢哋見盡咗唔少不同類型嘅死相嘅亡魂。跟住落嚟就講一個喃嘸佬叫鍾叔嘅故事。佢做咗超過20幾年㗎喇，亦都曾經為去世嘅人家屬辦理喪事，亦都經常被地產公司邀請去到凶宅超度亡靈，耳聞目睹啲詭異經歷仲多不勝數啊！根據鍾叔嘅經驗，最常出事嘅就係拜回魂當晚，種種唔可以想象、詭異恐怖嘅怪事都有可能發生。例如死者嘅家屬往往會因為唔記得咗、搞錯咗死者嘅回魂嘅祭品同埋啲細節，而冒犯咗死者或者牛頭馬面㗎，結果惹鬼入屋，晚晚都俾鬼搞啊！跟住落嚟就講下鍾叔親身經歷同埋詭異恐怖嘅見聞。其實一般嘅人對回魂夜都一知半解㗎。死者一般會喺回魂夜返去探望佢自己啲親人，究竟實情係點樣嘅呢？回魂其實係中國道教嘅傳統儀式，又稱為回殺，係俾啲死者去陰間之前思念佢嘅親人，靈魂就會喺佢第9日至到第18日，由鬼差同埋啲祖先陪住佢返屋企㗎。第一晚稱為思歸，死者係可以自行決定返唔返嚟。第2晚就叫做正歸，有牛頭馬面或者黑白無常陪同㗎。天一光就會隨之上路，同陽間嘅親人永別㗎啦。咁點解有啲死者可以避開牛頭馬面，化成厲鬼，向啲仇人進行報復嘅呢？因為有啲枉死嘅人怨念太大，連牛頭馬面都捉唔住佢啊，所以佢哋就可以獨自來回進行報復。有啲死者報復唔成功，將會留喺人間，直到尾七嗰一日就會有牛頭馬面帶佢走噶啦。如果執念太大，甚至係會留喺度報復到成功為止噶。另外，如果冇家屬招魂、收屍安葬，甚至冇人安置死者，如果佢冇經歷回魂，佢就趕唔切陰間輪迴轉世噶啦。頭先提過尾七，咁其實頭七、尾七同埋回魂夜有咩關係嘅呢？其實回魂夜同頭七、尾七係2種唔同嘅儀式嚟噶。由於死者要過咗第6日嘅夜晚11點之後，先知道自己已經往生，所以要去到第7日先至可以正式接納家屬嘅香火同埋拜祭，所以第7日就會叫做頭七。傳統嚟講，家屬係喺死者往生後每7日都應該要去道堂進行打齋、超度儀式，或者喺屋企為死者設祭品、香燭、拜祭，一直去到第49日，可以將陰宅等焚燒，供死者喺陰間居住。完成咗呢啲咁嘅儀式，呢啲就叫做尾七。但係現代殯儀館已經將程序簡化咗，頭七、尾七都會係一次過喺殯儀館度完成。咁樣每個死者嘅回魂日子都有唔同，係點樣計出嚟嘅呢？我相信好多人都想知。人死咗之後，魂魄會暫時分開，
魂會留喺地面，魄會轉入地下，所謂魂頭高度。根據唔同嘅死亡時辰，配合天干地支同埋空亡推算，每一個死者嘅回魂日子、時間、路徑、方位同埋魂頭嘅高度都唔同㗎。我會影個天干地支計算方法表俾大家睇下。舉例嚟講，如果一個人死喺2011年嘅4月29日，呢一日就係叫做甲寅日啦。佢嘅魂頭高度將會係9尺，再加7尺，合共1丈6尺，即代表佢嘅魂轉入去地下有1丈6尺高，而魄會以1日1尺嘅迅速回升到地面，所以魄會喺死後第16日會同地面嘅魂再次會合，返到屋企見親人最後一面。所以呢啲就係叫做回魂夜，即係死後嘅第16日。大家再睇下嗰個空亡表入邊，甲亡日即係子丑，即係代表佢會喺夜晚11點正北方回魂，而且仲會喺凌晨1點喺東北偏北方離開。如果咁樣，我哋咪可以睇住個表去幫人計算回魂咯。千祈唔好亂試啊！如果計錯咗日期，咁就出事噶啦。如果親人去世，一定要揾一個有道行嘅道士幫手計啊！真係唔好自己幫人亂咁計啊！一陣間害人終害己啊！鐘叔話佢遇過有一個人，佢亂咁幫人計，結果計錯咗日期，令到死者入唔到屋，見唔到家屬最後嘅一面啊！最後佢仲引錯咗其他嘅靈體入屋啊，仲差啲趕唔走佢啊！所以喺度奉勸各位，真係唔好亂咁試啊！之前就提到魂同埋魄啦，咁究竟三魂七魄又係啲乜嘢嚟嘅呢？所謂三魂，即係靈魂、覺魂、生魂，分別主宰住人嘅意識、善惡羞恥同埋壽命。人死後魂會消滅，覺魂會留喺人間，靈魂就會依住你嘅因果循環，六道之中輪迴。人若果做咗善事，歸咗神，靈魂同覺魂就會合一。靈魂如果有毛病，即係例如有啲人撞鬼，佢被勾走咗魂魄，個人就會痴痴呆呆。覺魂如果有毛病，個人就會發神經，就會不知羞恥，會做出啲好亂倫嘅嘢噶。而生魂如果有毛病，人就會好容易病。而天地萬物皆有魂，植物都有生魂，冇覺魂同靈魂；畜生有生魂同靈魂。到呢度真係覺得好有趣啊！頭先就講咗三魂，即係靈魂、覺魂同埋生魂，跟住就講下七魄啦。七魄即係指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，生存喺物質之中，所以人生死後，七魄亦都會喺人間消失。所以平時我哋喺電影睇到嘅劇情，都真係有幾分相似噶。咁回魂嘅儀式入邊，究竟又要準備啲乜嘢呢？親屬通常會喺夜晚10點30分之前，喺大門外整咗一支蠟燭，燒咗3份元寶。如果屋企有開光嘅神像，就要用布冚住，以及喺死者家中擺放一啲佢中意食嘅飯菜，放置一個鐵罐做香爐，點上一支粗香，象徵住亡靈喺上路之前宴客道別。如果回魂當日佢啲親人真係有事要外出，咁會唔會影響死者呢？其實回魂當日冇硬性規定家屬一定要留喺屋企嘅，但係拜完回魂之後，如果要離開房間，一定要將床頭嘅硬幣、剪刀或者利器拋喺地下面，提醒死者同鬼差要回避啊！咁啲親人又需唔需要準備啲特別嘅飯菜呢？首先，飯菜入邊嘅器皿一定要準備3份，而且選用嘅餐具、杯碟同埋白色嘅膠台布都係即棄嘅，
至於酒水方面，其實冇特別指定係米酒定白酒噶，可以擺放死者生前中意嘅酒，紅酒都可以噶。喺杯入邊要倒滿。餸菜通常都會準備5碟，一般包括一條煎香嘅鯪魚，一碟齋菜，同埋去殼嘅熟鴨蛋，同埋準備亡者嘅一啲中意嘅食品。而去殼嘅熟鴨蛋，如果亡魂有返過嚟，鴨蛋嘅表面會留下亡魂嘅印記噶。睇電影啲人係散啲米喺地上面噶，等啲人知道死者真係返咗嚟。撒米都可以做噶，家屬可以喺屋入邊四周大門地上散啲香爐灰或者小米，可以睇到佢啲腳印有冇返到嚟噶。仲要記住，家屬係要喺11點前瞓覺噶。將啲硬幣、剪刀同埋利器放喺床頭。當第二朝瞓醒之後，親屬應該將啲硬幣、剪刀同埋利器拋去廳嗰度，跟住先好行出房門啊，避免有啲兇殺神停留咗喺屋入邊。呢樣叫做出殺。最後家屬需要睇下台上面嘅嘢，再燒一份元寶，然後將儀式入邊用過嘅所有物品全部掉晒。有啲人會問，如果回魂夜嗰晚叫啲朋友返嚟唱 K 打麻雀又得唔得啊？其實咁樣做係好唔尊重死者啊！如果嚇親死者同埋牛頭馬面，分分鐘佢哋入唔到門，家屬就見唔到死者最後嘅一面噶啦。有回魂夜嗰晚，家屬要喺房入面，如果外面有任何嘅風吹草動，唔應該出房睇噶。總之，個個記住要合埋眼扮瞓覺，唔好打開隻眼，因為如果你望住死者，佢有可能會依戀人間，阻礙佢嘅輪迴噶。因為由於死者嘅魂魄返屋企係一定會有鬼差隨行噶，所以親人一定要回避，避免發生衝突。同埋提下大家，飯菜唔好有牛肉或者馬肉啊，以免對牛頭馬面不敬。又成日聽到回魂夜啲死者會化為飛蛾，原來真係真噶。飛蛾係會帶住死者上路嘅昆蟲嚟噶。一般死者未能以真身出現，又想俾家屬知道佢返咗嚟，通常都會化身為飛蛾噶。如果喺回魂夜嗰晚見到飛蛾或者昆蟲喺屋企徘徊，千祈唔好打死佢或者捉走佢啊，以免死者唔可以返返去陰間。提下大家，如果喺靈堂或者墳場見到啲昆蟲，可能係死者嘅化身嚟噶。無論蝴蝶、飛蛾、螞蟻、甲蟲等等，都唔應該傷害佢哋噶，咁樣好易得罪啲先人噶，後果就自負啦。回魂夜就講住咁多啦，希望加深大家對回魂夜嘅了解。如果你對回魂夜嘅儀式有任何嘅問題，就要揾啲有道行嘅法師道士請教佢哋啦。下一集我會講下全球各地嘅勾魂使者。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想支持我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，share 俾朋友，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啦。拜拜。